看到江南国际风波继续在关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亚出讲，2019年3月，国防委员会机密会议，马文君无去签保密切结书。不过马文君是随背回讲，参加机密会议有签到保密责任，唔免使手段做政治的谋杀。江南国际的争议还搁伫拖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加入去涉密的风波，去互指控出席机密会议，却唔配合保密。 民进党提出2019年江南国造合约设计成果报告保密签结书，助意马文君继续签名。针对这点，马文君11召开记者会背回讲，只要参加机密会议有签到，就要负保密的责任。反抗迄当阵的调委，民进党王定宇若是有疑虑，会当卖互伊去开会。签与不签，其实我们只要签到就算了，我们都负有这些保密的义务。民进党拿出这一张黑函，反复的攻击。 到底用意是什么？我想请黄曙光出来说清楚。马文君指控连续几日讲的攻击是政治谋杀，要求江南国造的调集人黄曙光出面讲说明。立委李德维批评民进党又在做乌做红的代志发生。那委员因为面对涉密几日的疑点，马文君以管刑庭为理由提早离开。然而王定宇是指出，迄当阵有开会14个立委，独独马文君无签名，而且真接出入会议室。 关注的内容不是打造江南困难点，是出席会议人员的背景。海军前线小组人员上来报告说，有一位委员没有签，请问主席该如何处理？当时要求才是一方面记录会议记录，二方面在拒签上注明，因为大家都有签，总不能大家一起背锅嘛所以注明是哪一位委员拒签切结书。国民党团甲马文君乌烟，强调保密依法办理。 然而，民进党团是指控马文君一再讲白贼，江南国造涉密正做拿着攻防的焦点。体育会主委房世宽认为讲，江南国造起造是真困难，应该爱互黄曙光放一声。黄曙光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了，给他一点掌声嘛！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武器发展第一次就能够完美的？ 房世宽表示，甲马文君并无私交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庭司，交予司法来交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